自2023年8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远离诱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箴言第7章第1到27节。我的囝，着遵守我的话，心内藏我的命令。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得到性命；遵守我的教示，亲像在保护目睭人。着拔伫你的指头仔，刻伫你的心板。着对智慧讲，你是我的姊妹。着叫聪明做你的亲人。伊会保护你，闪避淫妇，闪避讲善的话的妓女。我徛伫阮兜的窗仔边，对窗仔看出去。我伫憨直的少年人中间，看到一个袂晓想的少年家。伊经过街路，来到淫妇因厝的巷仔口，闪入去淫妇因兜的路。黄昏、日落、黑暗、大晚。迄时有一个查某人穿插亲像妓女，心怀企图出来接伊。这个查某人讲话大细声，无教养，厝住袂牢。有时伫街路，有时伫市场口，有时伫遮听候，有时伫遐长等。伊甲迄个少年家牵条条，甲伊枕，毋惊见笑，对伊讲：我今仔日有献平安祭，厝内有食愿的肉，所以我出来找你，找真久才找着。我已经用埃及彩色的床巾厝伫我的面床，搁用木药沉香肉桂绣伫我的面床。来，咱来通宵享受真爱到满足，来享受真爱的快乐。因为我的丈夫无伫厝呢，出外去真远的所在。伊带规地的钱到月圆才会转来。淫妇用真济花言巧语甲伊引诱，用塞奶的喙催逼伊做伙入去。伊随时缀伊入去，亲像牛互人牵去抬，亲像鹿仔跋落陷阱。狗箭射入伊的肝，伊亲像鸟仔撞入罗网，还毋知死活。我的囝儿啊，着听趁我，留心听我所讲的话。你的心毋通互伊迷去，毋通戆戆仔缀伊去，因为伊互真侪人受伤倒落去，真侪人互伊害死。伊的厝是阴府的入口，直接通到死亡。远离诱惑。箴言第7章劝诫少年人着爱小心婚姻外的男欢女爱，劝勉少年人爱远离诱惑，毋通亲像无知的戆人。作者讲到淫荡的妇女假冒敬虔，随时随地设下白贼话，用芳气弥漫的布置迷惑人。伊阁强调，我的丈夫无伫厝呢，变做安全的假象，严重危险的后果，为家己的罪行提出合理化的借口。少年人沿着街路行往妇人人的徛家，暗暝阁经过因兜，最后直接行入去。对黄昏暗时直到半暝，少年人一步一步行诱惑，落尾就落入罗网。人一旦无法度拒绝性诱惑，就会行往不归路。现今的诱惑搁较多元，无时无刻透过网络来迷惑人。
作者劝勉少年人爱追求智慧，甲智慧当作姊妹，甲见识当作是朋友，甲智慧对朋友变成亲密的一家人，亲像有血缘的手足，毋是外人。大部分的家庭呢，姊妹往往有照顾能力和温暖细腻的心思。咱和智慧的关系，就亲像一家人遐尼亲密。若是安尼，智慧要保护咱，互咱对上主的话语有新的认捌。所以，咱爱用智慧拍开心门，活出亲爱忠诚的人际关系。有一位中途辍学的少年人，因为父母离婚，就选择独自伫外面租厝。因为生活欠缺目标，逐日上交友网站，日子颓废混乱。有一日，伊困到接近中昼才醒起来，出外买便当的时，抬头看到山边伫沙沙雨的中间有一道坑。伊常常想起囡仔时代最学老师讲过的故事。记起上帝对挪亚的应允和箴言的一句话：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得到性命；遵守我的教示，亲像在保护目睭人。所以醒悟，无搁再甲老母对立，搁重新转来教会，决志受洗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上主的话语及时挽救伊，互真侪人感觉真奇妙。其实，这个少年人可能是你，也可能是我，还是任何一个人。咱每一个人拢可能拄着试探，所以无得过度自信骄傲，是爱随时警醒。要安怎才会当脱离游戏？大先爱谨守上主的话语，遵行伊的法则，若像在保护目睭人共款。因为目睭人是目睭上重要的部分，若无保护，就会有失明的危险。所以爱甲上主的话刻点心板，记牢天父上帝的话，甲伊的话珍藏宝贝，就好亲像是在保护目睭的目睭人共款。搁再来，爱主动远离有隙，咱爱活伫上主的话语中。一旦有隙来临，就爱主动越过伊，远离伊，避免落入伫罪的罗网。默想，伫生活中爱甲智慧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记牢上帝的话，互咱通远离有隙，伫艰难中要找求智慧的教导、陪伴甲安慰。求上帝赐开力。伫生活中，爱甲智慧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记牢上帝的话，互咱通远离有隙。伫艰难中，要找求智慧的教导、陪伴甲安慰。求上帝赐开力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求你帮助我记牢你的话语。互我无靠家己的小聪明，也无掠家己做义，求圣神帮助我小心谨慎面对人际关系，避免落入有隙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